運動部長李陽甲伊上熟悉隊友王澤林今仔日擱再練手咯。面對全球U19羽球男雙的冠軍林永培，配合鬥打，以31-19打贏比賽。一開賽對手就先得分，奧運羽球金牌好手李陽退役擔任運動部長了後，受邀請擔任世界青蠅杯羽球錦標賽表演賽選手，甲舊搭檔王澤林擱再來林陽培，對上新出U19羽球男子雙打冠軍。開始反擊，隨比賽進行，找回較早的鬥打，後來領先，終場以31-19獲勝，得到大家的喝彩。很感謝他們沒有起殺心了，對，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，運動的方法當然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參與運動。兩個少年選手是感覺講，這擺比賽因學到真多。到後面的時候，學長習慣了，然後他們就用硬實力跟我們打，我們就很難去處理。吸收一點學長他們的打球方式，一些還有戰術。有青蠅杯羽球賽已經54年歷史，對着提倡過來羽球運動有重要意義。李陽這擺也帶領運動部同仁鬥陣參加比賽，鬥陣鼓勵身邊的運動風氣。記者綜合報道。